Hello，歡迎收睇港深置業 channel，我係阿森。今日咧又嚟到中山嘅華發官山水，珠海華發企業打造嘅一個大型樓盤啦。呢個屋苑咧可以講令港人咧又愛又恨啊！但係現時我哋加推嘅15棟呢一個單位咧就相當之筍啦。點解咁講咧？因為我上一個成交嘅客戶俾到我一個好大嘅感觸啊！總價咧47萬就攞低咗一個3房單位，佢同我講喺香港40幾萬，佢平時呢個月供咧就係我係千幾蚊嘅啫。咁佢平時租一個迷你倉去放佢需要嘅物品都要幾千蚊一個月，喺呢一度千幾蚊嘅月供就可以買到套樓，幾萬蚊嘅首期你就可以買到套樓，仲要送多2個車位俾你。而家價錢真係筍到冇朋友嘅，可以講係。我哋而家咧，話價錢方面咧，同埋我哋而家在售嘅棟數咧，我覺得會比之前會更加好，既可以望園林，亦都可以望山景，亦都可以非常之開揚，價錢亦都非常之筍，最平47萬到68萬到78萬左右嘅價錢，但係裝修或者毛坯都係有嘅。咁同埋咧，我哋華發官山水本身大家應該都知道。大部分咧都係我哋香港朋友喺呢邊退休養老去使用嘅比較多啦，咁同埋咧，我哋而家亦都有直通巴士係直達香港嘅，喺呢個屋苑內嘅啫，同埋咧我哋自帶咗2萬平方大型商業綜合體啦，咁日常嘅需求咧，簡單嘅需求都可以搞得掂嘅。你想要去一啲大型嘅商超咧，可以去到華發商都啦、3號會員店啦，又或者中山市區嘅一啲印象城啦等等嘅一啲商業嘅話，大概都係10零20分鐘嘅車程。你就可以到達噶啦。呢度係可以講係一個天然大氧吧，與世隔絕，非常之適合我哋港澳人士想要揾一個環境安靜、價錢平而且咧仲送呢樣送嗰樣，話噼里啪啦所有嘅優惠政策落到嚟嘅情況下咧，呢個價錢可以講係吊打成個中山或者係珠海市場嘅退休養老盤。咁事不宜遲，我哋而家上去睇睇實體樓。好嗱，而家上到嚟咧，16棟嘅實體樓，15樓呢度，16棟同15棟咧就大家拼埋一齊嘅。點解喺呢度上到嚟直接喺度開場咧？因為想俾大家睇一睇呢一個 view，呢一邊即係真係可以體驗到個安靜感同埋個樓距啊，真係夠非常之夠嘅。我哋成個中族園林咧都睇晒咁滯嘅，可以講係望到別墅啦，有山景啦，仲望到有少少湖景添。嗱，你可以過嚟睇睇啦。我整體嘅戶型我哋出嚟呢邊先。整體嘅戶型咧，我哋頭先有講到有85方啦、95方啦，同埋108方呢3個面積嘅。咁呢邊咧就2梯4戶啊，15棟、16棟咧輕輕有少少區別嘅。呢度可以睇到2梯4戶嘅話咧，呢邊兩邊展開嘅係南北對流嘅戶型，呢兩邊咧就係2戶直廳嘅95平方嘅戶型。如果係15棟咧，就85平方嘅戶型嚇。我哋先講第一個南北通透，我個人相對比較中意嘅戶型咧，就係呢一個108平方嘅，佢做到4房啊。入戶門嘅呢一度咧，呢啲嘢都係贈送嘅，呢種就係帶裝修嘅俾你嘅。OK，咁嗱，呢一個係第一間房，有半贈送嘅面積啦。呢一度嘅話咧，可以放張細細啲嘅床位，呢度做雜物房，或者咧你可以做個茶室都可以嘅，做個多功能房。入戶門嘅呢個位咧，佢有留咗個壁冚位俾你去做呢一個鞋櫃啦，做一個壁冚位喺度嘅，亦都好舒服嘅。嗱，南北對流咧有一樣嘢最好嘅就係佢兩邊都開有陽台可以通風嘅，即係錯開呢個廳嘅位置，呢邊咧就係客廳。呢一邊咧就係飯廳都可以做到6到8人嘅餐位嚇，平時你自己做翻個4人餐位都好舒服噶啦。咁到呢個咧做個 U 型嘅廚房，非常之市正嘅一種廚房，一個大嘅星盤，單獨嗰種大星盤啦。咁呢種嘅話用起身會比雙星盤要舒服啲，因為佢夠闊啊嘛單個。呢啲都係交付標準嚟嘅。OK， 再睇下邊後邊嘅陽台，亦都係我個人相對比較喜歡，即係前面可能會有你見到流動，後邊咧就係純山景嘅，就係得15、16棟係咁樣嘅啫。嗱，呢邊就15棟啦，你可以睇睇，就喺隔離嘅啫，就係得呢邊係純山景嘅，可以望到望落去就下邊就係呢一個華發官山水嘅棧道啦，係啦，咁跟住咧一線嘅五桂山山景直接貼埋嚟，可以講係一個天然大氧吧，非常之舒服嘅。
到翻呢個位置咧，佢開間又有去到4米左右噶啦。呢一邊嘅話會更加闊落啲。嚟到前面就套翻頭先嗰個露台啊，兩邊都有露台，兩邊都係景觀露台，非常非常之舒服啊！再睇翻埋休息區，呢個裝修標準咧就係所有見到嘅嘢啦，牆身啦，呢啲電嘅插蘇啦，燈嘅話咧就係呢種交付自己到時裝翻個吊燈，但係個筒燈啊呢啲漏道嘅筒燈全部都做好晒俾你噶啦。第一間房你可以作為長輩房、兒童房去使用都冇問題啊。頭先嗰間做一個多功能房，我覺得會呢一間嘅話會似住嘅房多啲，不過你可以放到張大床做埋衣櫃落去。洗手間呢邊都有個大明窗，後邊前後呼應翻。呢邊嘅話咧，你開個窗都同嗰啲都可以通到風嘅。呢一個位置咧，望翻出去就係頭先話五桂山嘅山景嚟嘅。第二間房同埋佢個見光面啊，非常之夠嘅。佢係成個飄窗，成個窗台咧基本上用晒咁滯啊。咁同埋咧，我哋呢一個咧後邊都係望翻呢一邊啊。佢冇呢個飄台嘅位置咧，就變咗你嘅房間可以利用空間咧，會更加闊落嘅。OK， 最後嚟到呢度嗱，呢度都有個細節位，所以話我個人中意呢套房嘅房型咧，亦都係有特點嘅。佢呢一個咧，佢唔會直對到直接對到個門，即係如果呢個門裝喺呢度嘅話咧，就會直接對到翻個門。就呢度有個做翻幅壁畫喺度，就唔會有影響噶。最後係你主人房，呢度有個飄台，但係夠晒大、夠晒闊呢度，你可以唔需要利用起身，平時喺度去作為一個休息區都可以。啊，呢個位置咧可以放到個2米嘅大床，再做一個步入式嘅衣帽間。啊，再嚟到你本身私人享用嘅衛生間，啊，非常之舒服。佢呢個位置咧亦都非常之闊嘅，多咗出嚟個位置。啊，你可以入嚟俾個鏡頭睇下，呢邊可以做一個入戶門櫃啊、壁冚櫃等等一個功能使用嘅一個壁冚都可以，非常之舒服。啊，呢個係108平方嘅單位咧，大概嘅價錢咧，我哋要去到如果係冇批嘅話咧，最平嘅單位60，低樓層60-700萬左右。如果貴啲嘅單位就可能要70幾萬，呢個係冇批嘅價格。同埋帶裝修嘅話咧，大概去到77萬到80萬左右。咁無論無批同埋精裝都會可以送2個車位俾你嘅。呢家另外一個戶型咧就95平方嘅帶精裝嘅單位，16棟啊。頭先嘅話咧，我哋其實喺隔離嘅啫，個景觀咧差唔多嘅。我哋呢邊對住個20棟呢一度啊，咁都係望園林景觀，都係可以望到別墅景，少少嘅山景啊。咁樣我哋呢一間咧，同95同85嘅區別咧，就少少一個主人房嘅洗手間嘅啫。其實區別戶型嘅朝向同埋格局佈局都係基本上一樣嘅。咁但係85咧無批嘅，所以我哋展示嘅話只有95俾你睇到。OK，呢個就直廳傳統嘅直廳戶型啊，呢啲都係大裝修俾你噶啦。價錢嘅話，等下再話俾你知。入戶門啦，呢啲贈送嘅，跟住到呢邊都係預留一個壁冚位，大概有20公分左右嚇。咁如果你要做嘅話，可能你鞋櫃嘅話要做翻夾翻出少少去做啊。OK，都係咁樣裝修嘅話，都係全部做好晒啊。呢啲都係裝修標準，入戶門啊，呢啲窗啊，再加埋3件套啊，同埋呢邊有個生活露台，同頭先嘅咧，佢頭都95方都係雙露台。佢但係呢一個露台咧，就係做咗個要開窗就可以對流得到嘅一個生活露台啊。OK， 算係個 L 型嘅廚房啦。再到休息區，第一間房95方就3房嚟嘅啫，3房2廁啊，每一間房咧都有咁四正嘅。108方咧，可能有間房咧只能夠做功能房，大啲舒服啲，同埋最緊要南北對流嚇。但係呢一個要平成10萬蚊嘅。OK， 呢個景觀咧就同陽台朝向一樣噶啦，跟住呢邊可以放張床，有個飄台啊。洗手間啊，呢度嘅洗手間咧就會啱啱對出去翻你嗰個露台嗰個位置啊，咁佢嘅光線可能冇108咁好啊。OK， 到呢間房咧係半贈送嘅空間，因為呢度報建有露台嘅。OK， 咁呢度嘅話見光面亦都係非常之闊。呢一邊間房嘅朝向望咧，都係望園林，望呢個園林嘅中軸線啊，亦都係非常之舒服嘅。
我個人就可能會中意多啲園林靚嘅園林嘅景觀嘅話，我個人會中意多啲啊。冇錯，個主人房，主人房都有個洗手間啦。咁呢度咧可以放到個2米嘅大床啊，跟住呢度就可以做個獨立嘅衣櫃。95方其實呢種可以講喺市面上係最正常啊，實用率亦都係最普遍嘅一個戶型嚟嘅。因為呢一種咧叫傳統直廳，咁95平方最市正，佢利用率亦都非常之高嘅。啊，咁呢個價錢咧大概喺57萬左右啊嘅毛坯。如果要大裝修嘅話，冇錯都係加10萬蚊左右，都係送2個車位。如果85平方嘅單位咧，毛坯嘅話最平可以去到47萬，你就可以攞低。大精裝嘅話要去到57、58萬左右，你可以攞低，送埋2個車位，非常非常之順。所以話呢個項目真係非常之適合我哋好多港澳人士養老退休。47萬嘅話，你計落嚟 total 月供嘅話都係千幾蚊，你俾3成嘅首期嘅話非常之抵。俾到個好消息，而家台灣客戶咧，台灣嘅客戶都可以正常的按揭，是我們這個樓盤，是我們國企華發開發的這個樓盤啊。對呢個樓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下方留言，我發多啲資料俾你，或者直接約我咧，可以過到嚟呢一邊咧，直接實地睇樓嘅。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